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76967个本土病例，有144人过身，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发病到过身，干那2天。有民众澄清讲，囡仔的镜头真明显，也毋过用嘴内快筛试剂拢验袂出来，有试剂说明书无讲会当验奥密克戎病毒。行政院长甲美国达成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有外国媒体指出，这应该是为着台湾加入印太经济计划的铺路。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76967个本土病例，有144个人死亡，中重症是增加413个人，其中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离病迄天开始有镜头会吐，过顿当讲话就袂清楚哦，人嘛无精神，送去病院就袂喘气，急救嘛救无倒来，发病到过身干那2天尔。另外，伫6月7日开始哦，第2轮的快筛实名制会当开始去药局买咯。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76967人，境外移入的新增的19位。那死亡的个案有144个，413例的中重症个案哦，其中291例是中症，122例是重症。9岁的一个男童，出生后有这个横膈膜疝气哦，5月28号的时候有出现这个呕吐哈，5月29号的下午呢，在送医前1个小时的时候，语无伦次，也意识不清的一个状况哦。那到院的时候是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哦，做快筛是阴性，这个咖啡色的呕吐物哈，可能是有肠胃出血的一个情形。经过急救30分钟仍然无效而过世哈。那 PCR 呢是阳性哦，所以仍然是有确诊新冠肺炎、心肺衰竭以及这个新冠确诊哦。那所以这案是一个在家中不幸死亡的一个小朋友，他并没有说有提到像发烧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呼吸道的相关的症状。死因的部分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现在我们的这个儿童12岁以下这个本土的重症呢，总计是30位哈，那其中有4位是属于这个家中死亡的这个个案，那死亡的儿童的累积数是13位。从6月6日起，第2轮的家用快筛实名制就开始。这一份一样是维持是5G， 一样身份证单双分流哈。再来看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全国胃着病比例大概是9%，特别到10%咯。疫情嘛开始转好，有学者是认为讲疫情的高峰应该特别过去咯。建议讲6月底开始，应该会当把武汉肺炎当作流感化来做监测就会使哦。明仔载开始527的年假，专家提醒民众，就要继续来遵守防疫的规定，嘛尽量莫去人济的所在。新冠本土疫情依然伫咧高原期，根据疫情指挥中心上新的统计，全国的感染率差不多9%，爆发基础是10%到15%，并且推估全国感染率是10%，有可能是这波疫情的关点。对此，有公卫学者认为，其实疫情的曲线已经伫咧下降，一天增加10万例本土病例情形未阁发生。建议在6月底就让把新冠肺炎当作流感化来监测，以社区基层医疗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民众自我监测跟定点医师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定点照护，来反映这个轻症跟无症状它的这个社区的免疫保护力哦，就像流感一样。不过有医生看法较保守，认为疫情伫咧高点，有可能还会继续1-2礼拜，才会慢慢下降。而且国外如果有新的变异株出现，所以疫情不会这么早结束，有可能一直拖到今年底，甚至是明年初。我们认为会拖到年底的原因，就是因为变异株应该是会进台湾，不太可能变异株不进台湾。那一旦变异株进台湾呢，等于是原来的免疫力呢，就基本上又消失了，又重来一次。专家强调，这么爱注意的是，安怎和中重症的个案下降，量早确诊、量早服用药啊，是正重要的。一若说落来5月做年假，外界担心年假过了后，疫情恐怕会增加。对此，专家建议，在年假时阵，也是要遵守防疫规定，较莫去人多所在，平常心面对就会使。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北部疫情有较转好，也毋过南部有加悬的趋势。昨屏东有一个3个月大的查甫阿婴仔确诊，家长讲哦，囡仔发烧，要带囡仔去病院急诊，病院是讲，若是要带伊，就爱甲其他胃着病大人带共一间病房。家长是质疑讲，敢是儿童的专职病房无够咧？
3个月大红婴仔带着退烧药布，经过转病医了后，被收伫囡仔的专责病房困去。不过家长不满，6月1号红婴仔因为发烧、退烧无停，送去屏东妇婴病院急诊。先是等待3点钟，才看到诊开药啊，等去厝内休困，红婴仔佮发烧送去。病院说讲，带伊爱和其他大人大共间。隔离病房是大人小孩都同一间，也没有空调啊，厕所就是共用一间。你们确定要住院吗？刚好有一床。是。这样啊，我跟我老公就说不要好了。家长质疑大人会当注疫苗预防，无到1岁红婴仔无法度注疫苗，较紧爱和其他病人带做伙，烦恼会感染变做重症。其他家长嘛认为安尼处理无妥当。一定爱跟爸爸妈妈做伙啦。病院出面说明，红婴仔到急诊的时阵，因为症状无明显，研判无需要带医，建议带回去厝内观察，卖提供病院囡仔专责病房的画面澄清。婴儿有症状的时候，我们都会进入我们的专责病房去做治疗。那我们专责病房的治疗就跟一般都不一样。病房强调是家长误会，囡仔确诊有妈妈陪同照顾的专责病房。目前确诊的红婴仔嘛已经转去其他的病院治疗。记者李小颖、张兴坤，屏东报道。儿童的疫苗已经送到各县市哦。花莲台东的学生拢伫这礼拜注 BNT 的儿童疫苗，这2个县市嘛宣布讲，高中以下学校继续线顶上课。花莲县伫6月7日进前拢停课，台东县是停到6月7日。到时阵学生仔嘛必须爱快筛阴性，才会当去转去学校上课。BNT 儿童疫苗已经送到华东，台东县伫昨初一晚特别为5到11岁囡仔开一中疫苗注射站，市区是伫咧保送各种活动中心。台东县也派吉祥物来安搭囡仔，因那乡镇地区是伫卫生所住。本来家长担心疫苗有副作用，有约的无多，也过尾有家长临时带囡仔来做，注射率到90%。也是会担心啦，因为副作用还是会有啦，因为还是要避免，那利大于弊。初二开始，台东县也开始伫咧学校替囡仔做预防针，一个伫咧停课的学生也特别转来学校做。台东县要拼伫咧6月7日进前，甲县内所有5到11岁囡仔拢做过，赶紧互囡仔转到学校上课。目前台东县高中以下停课到初10，因那花莲县是停课到初8，但是这个决定，互真侪家长感觉怪怪。2个县的教育处拢强调，转到学校上课进前，也要求学生快筛拢爱阴性，才会当转来。师长们、家长们对于这暂停实体课程期间的意愿，以及学生打疫苗的期程，所以做了暂停实体课程到6月8号。假设在下礼拜复课，要不要先做一次的复课快筛？这个我们会研究，因为这个也要看我们快筛准备的量够不够。花莲县政府讲，校园快筛试剂已经送到各学校。不过台东县教育处讲，目前公费提供给囡仔的快筛试剂数量，可能也阁需要1-2千支。会伫咧恢复上课进前，赶紧争取保护各学校公费快筛试剂。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仔开记者会，指出讲有一款福吉比喙烂的快筛试剂，原厂的说明书无写讲会当验Omicron的病毒，嘛讲有接到民众的定情，讲囡仔的症状真明显也毋过验出来拢是阴性。有医师就讲，其实要求囡仔批出然后底喙烂无遐尼简单喙烂的快筛试剂嘛爱操作了正确才验得准。本土药检病例数一直真悬，快筛阳经过医师判定看作确诊上路了后，也互快筛需求增加，尤其喙烂快筛推出了后，会当免受吐片之苦。真侪讨论的热度，不过国民党运动团开记者会，提出福吉米韩国原厂的英文说明书，显示会当侦测病毒株的范围，包括阿瓦贝塔、伽马、加德尔塔都是无 Omicron。这段时间密集的核准快筛试剂是什么时候？是 Omicron 病毒在席卷台湾的时候啊。那你当然必须要进的快筛试剂 ，Omicron 要测得出来嘛。南亚立委也进一步提出质疑，接到民众定情，实体12，结果福吉米喙烂快筛煞验袂出来，要囡仔症状明显，使用喙烂快筛也同款验袂出来阳性。对此，医师表示，
爱囡仔看出침流后的喙烂确实有难度，正确操作才会当得到较精准的检测结果。如果说是太早期的一个快筛的一个产品哈，那可能是只有更新到说是对于 Delta， 那在英国有报告出来说，如果说还要去侦测后面的 Omicron 的话，大概比 Delta 需要10倍的一个状况，那这样才能够说那被同等的侦测到。也就是讲，依照国外研究报告指出，早期快筛产品若要侦测 Omicron， 确实需要比 Delta 高出10倍的病毒浓度，才会当同款是侦测会到。不过，医师也强调，无症状感染期间，脑后病毒比皮壳较悬，用喙烂快筛也是对找出更较侪的无症状感染者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5日节要到咯，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去新北市三峡的国防医学院预防医学研究所视察，嘛发加菜金。这个研究所有一间 P4的实验室哦，是国军正机密的单位。顶一届对外开放是伫民国92年，总统嘛将对伫疫情期间因研究出全自动的核酸检测器材来表示肯定。医所也结合了中研院、国卫院、卫福部等产官学多方的合作，在自动化核酸检测以及抗原快筛的研发上有许多卓越的成效。其中更有4项合作产品通过 TFDA 的认证，并且取得许多国内外的专利，荣获许多新创奖的殊荣。总统嘛去海军陆战队666来视察，陆战队顶是标称飞弹等武器，蔡总统嘛亲身体验操作国际红准反装甲火箭哦。特别注意的是军备局研发的上新的 T-8轻型的长枪，头一届来对外公开。另外，针对飞官期待军不幸殉职，总统嘛鼓励官兵继续打拼守护国家，这是纪念这位飞官上好的方式。再来看行政院宣布达成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学者是认为这是一个真好的起步，未来会当阁继续往签署 FTA 的目标哦。嘛有学者表示讲，台美伫这个月底要伫华府来针对11个议题谈判，有部分的内容就是针对中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各有路透社嘛拢指出讲，将完成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会当来看作是为着咱台湾要家己印太经济格局的铺排。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昨暗甲美国贸易代表处 USTR 副代表毕扬市开视讯会议，会后行政院宣布台湾甲美国达成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月底会伫美国华府举行头一届的会议。学者认为讲倡议是一个真重要的开始，未来会豆豆向 FTA 方向来行。从美国开始出发，然后接下来可能我认为下一步欧盟会跟进哈，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始点，所以先有一个这个倡议出现，然后再逐步的达到最后我们往 FTA 的方向的一个目标前进的话，我觉得是目前一个权宜之计啊。未来台美会把重点放伫11项主议题展开谈判，包括贸易便利化、农业协助中小企业贸易、非市场政策甲做法等等。学者分析，台美部分谈判的内容是中国无法度达成的，针对中国的气味是真重。劳工、环境跟国有企业都已经进去在里面。好，那这3个议题是中国最达不到的部分，哈，或者说最敏感的部分。那另外再加上它最后一项所谓非市场的操作，哈，那这个常常是过去以来这个美洲贸易战，美国在指责中国的部分。那因此，哈，综合这个未来要谈判议题，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美国呢，希望跟台湾合作，那一起来对抗就中国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甲路透社的报道拢指出，华府的官员认为讲，美国真拼死深化甲台湾贸易的投资，会当解读做是对台湾长期尾加入印太经济架构 IPEF 持开放的态度。针对这点，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定辉表示，台湾若是先甲美国达成某一种共识，有机会再阁参与 IPEF， 这嘛是美国成熟的谈判策略甲手段。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金钟塑料防治法路6月7日上路，上北市嘛出现头一件违法的案件。警方表示讲有一对男女朋友去年底分开哦，也毋过这个查甫人却一直拢发出一寡恐吓的简讯。这个查某囡仔是有摕到家暴的保护令，警方认定讲这个查甫违法会来侦办。你再走，你是不是就报警啊？自楼梯顶一直立到楼梯骹，大埔指控讲，这个穿青衫的查甫人涉嫌一直对因查某朋友带到因住的所在。没有怎样啊？你没有怎样，你从刚就一直跟着我女朋友，你现在怎样？双方的讲法无同款，那以前发生这种涉及军种塑料的案件是无全法会当管。不过自6月初一军塑法新制实施了，上北市是出现第一例触犯新法的案件。从去年底开始持续电话跟简讯来骚扰，那昨天这个前男友啊，还是一样用电话跟简讯来骚扰他啊，可能就是一些恐吓的言语哦，确实符合跟骚法的要件。双方分手了，前查甫朋友的简讯拢无听过，写的字真歹听，甚至也有恐吓的意味。警方讲，就算是当事人已经事先向法院申请并且核发家暴保护令，不过对方依然继续私了。这回更加已经符合军塑法的构成要件，包括时速反复、甲性也个甲性别有关系，互当事人心内会惊，依法核发书面告诫。相关案件也将会函送检方侦办。针对违反家暴保护令的部分，也会继续侦办。就这件案件，他已经有家暴保护令的话，好，那我们一样会针对他违反书面告诫的行为，一样会函给检察官来做一个侦办。军塑法实施了后，只要符合构成要件，并且对特定人有通信塑料不当追求等8个样态，警方就会先进行书面告诫。2年内若是再再犯，被害人会当申请保护令。不过警方也强调，案件若是伫咧6月初一进前发生，而且伫咧新法实施了后，加害人如果再有后续的动作，就无法度适用军塑法。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开始5日这3天的连假哦，因为这2天天气拢真热，气象局表示讲连假的头1天哦，天气是甲今仔差无偌济，过昼会落雷公雨。拜六开始水气会变济，过昼嘛有可能会落雷公雨。后礼拜一方面接近哦，佮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天气是袂介稳定，水气会愈济。初7后礼拜2哦，就会开始落今年第3波的黄霜雨。日头真炎，未少民众趁好天，透早去公园散步运动。气象局表示，早起各地大部分是侪分到好天的天气，高温达到32至34度。台东县的高温甚至有机会升到36度。不过过昼嘛，因为热力作用，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按算5日这迄天的天气嘛，差不多同款。在明天端午节的天气跟今天是比较类似的。在整体上的一个降雨还是会以午后雷阵雨为主，在各地的山区、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是一个比较有降雨的一个地区。气象局表示，5日这连假的期间，各地大部分是侪分到好天，高温是30度以上，会较热。不过初4、初5这2天，西南风增强，水汽变较高，北部甲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过昼甲其他的山区拢有可能会落大雨。到初6，也就是后礼拜1，风面接近，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天气会较无稳定，水汽嘛会变较高。初7，也就是后礼拜2，会有第3波猛降雨到位。快的话，礼拜1晚上，大概锋面就会来到台湾的附近，大概是今年的第3波的这个梅雨锋面会讲到台湾，大概从礼拜1的晚上开始哦，然后下个礼拜2，甚至一直延续到下个礼拜1整个礼拜哦，目前来看，应该都是会受到锋面的影响。那当然也容易会出现这种局部性的大雨，甚至是局部性的豪雨哦，都有可能会发生。拜5就是5日这连假的头1天，国公局表示，拜4就会出现头1波的车阵，按算规天的交通量是109万车公里。也若国道5号，按算过昼会开始车较济，爱到半暝了后才会较松透。另外，国道1号罗南杨梅到新竹，国道3号罗南土城到关西，按算暗时6点开始车会较济，一直到9点了后才会较好走。也若5日这迄天罗南的车会真济，建议民众会当走替代道路，或者是早起6点进前，中昼12点了后出发，较袂塞车。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中央银行这个月中要开理监事会议，帮助业者是认为讲，因为通货膨胀真严重，有可能会甲美国同款宣布新利息。嘛传出讲将对新起的犯处禁止红单转卖修法草案，你看伊伫这会期根本就无摆入审查哦，所以政府打击炒房的决心哦，搁再受到外界的质疑。主播的话，这边去年几多件有售厝伫咧卖，出现半暝排队伫咧抢，有人一面就买100户。新起有售案遮尔歹买，出现红单转售、买空卖空，和中央地方化被动。行政院伫今年4月时阵通过平均地权条例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审查了后，捌互投资客大家赶紧闪。不过一开始喊甲正大声，尾也是拢无消无息。专家认为争议正大，要通过机会无大。大家的反应也相当激烈，再加上呢碰上这样的疫情，跟目前房市也暂定缓下来的一个现象的情况来讲，那7月有可能这个部分也有可能会延缓下来。虽然修法条的，不过房仲业的调查，六都国家新竹县市5月时阵有售厝换约转售的案件，甲去年12月比明显有成长。其中是台南市1112件上侪，成中8成。过来是桃园市、高雄市拢超过6成。整体来看，全国总共有12500间，代售量成长5成。7月份之后呢，禁止换约这件事情呢，还有碰到疫情这个事情呢，致使造成5月份的下半月看起来，整个这个交易的换约的量已经下降了。观察六都5月时阵，厝价买卖转移件数，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拢是2位数伫咧衰退。只敢台北市年增加2.3%，台中市持平，总共是22841栋，甲去年同期比是衰退7.7%。因为像是升息以及通膨的压力，确实造成很多的民众他在购物的一个规划上面，相对就会比较保守。房产专家认为，国内房市受到疫情加升息的因素影响，虽然拍炒房的政策未改变，不过因为今年经济成长保持会有变数。所以央行伫咧拍炒房的力量是未相当，因为惊讲到时房市会规个崩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拍乌克兰，嘛，互欧洲的国家是愈来愈团结咯。瑞典甲芬兰拢申请要加入北约组织，丹麦找伊个公投嘛，决定讲要深化甲欧洲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而且民众的支持率是拢真高。选民伫咧投公投票，丹麦伫咧7月举行一项公投。针对是毋是放弃30年来退出欧盟共同防务体系的状态，根据路透社报道，上尾投票的结果显示，有要加67%的选民投赞成票，是丹麦伫咧欧盟事务公投上支持度上悬的一边。History changes and affects us here in Denmark, so obviously we have to kind of react on that. In times of war, it's obviously important to state if you feel that you want to join this community or not. 自从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了后，欧洲颠倒展现团结的态度。瑞典加芬兰历史性的宣布加入北约组织了后，丹麦成为北约的创始会员国，是采取较温和的方式，以公投拍破30年的中立，支持加入欧盟的国防政策，对欧洲的安全架构产生较大影响。I aften har Danmark sendt et meget, meget vigtigt signal. Vi har sendt et signal til vores allierede i NATO, i Europa, og vi har sendt et klart signal til Putin. Viser vi, at når Putin invaderer et frit og uafhængigt land, når Putin truer freden og stabiliteten, så rykker vi andre tættere sammen. 反对党领袖艾勒曼·詹森对这项决定也表示欢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也透过推文讲，丹麦的决定是对咱共同安全承诺的强烈信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是欧陆丹麦做出历史性的决定。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再来看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讲，高猪甲一款拉萨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最近有可能会愈传愈严重哦。虽然专家嘛讲唔免上过烦恼，也毋过嘛绝对袂当大意。世界卫生组织上赞的教导专家讲，伫最近虽然发生教导的疫情，不过也是当控制。This is an outbreak
We have 500 cases so far, more than 500 cases. We do expect to see more because people who have been infected in the last few weeks may have continued to transmit during a period of time when they didn't know what they had, when they had not had an opportunity to have a diagnosis, when this spread had not been detected yet. So it's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countries to support the health services to really rapidly share information. 气候变迁和造成敢若是可化这种气候条件变化真紧，动物甲人类正伫咧改变行为习性，包括食食物的习惯。结果就是伫动物身躯顶传播的生态脆弱性疾病，即嘛是传到人类的身躯顶，而且愈来愈多。像专家就发现，非洲特有的由猎奇类动物所传播的急性病毒性疾病拉萨热，最近就增加真多。We're generally seeing here is this hyperendemicity, as in endemic diseases at small levels, becoming more persistent, more frequent, and generating more and more outbreaks. And I think that's a lesson not just for monkeypox. And it comes back to our lack of investment in that animal-human interface. 目前知影猴痘的传染是来自甲感染者因的衫裤或者是床单有密切的接触。顶礼拜世卫组织就以高级顾问讲，欧洲、美国、以色列、澳洲甲其他地区的猴痘，真有可能是甲最近伫咧西班牙甲比利时的两场公环节内面所发生的性行为有关系。这也表示，这种传播方式伫咧甲非洲中部抑个西部的猴痘典型传播模式，也就是和猎奇动物或者是另种类动物感染的情形正无共款。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中国的四川，伫昨暗头5点左右，雅安市5分钟内底连续发生2起规模6.1甲4.5的大地震哦。地震的深度敢若17公里，算是真浅的地震。像四川的成都、重庆哦，拢摇甲真厉害。目前知影上无造成4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地狱冰心又甲真厉害，老师先叫教室内面的学生秘伫咧桌骹，但较无遐晓的时阵，才叫所有学生到教室外口较空旷所在。中国四川省雅安市的罗山关加保兴关，初一尾暗5点半，伫5分钟内连续发生2件规模6.1加4.5的地震，深度只个若17公里，是极浅层地震。当局遂启动地震第3级应急响警，对附近的省市调派1000多人来救灾。以目前总的来看，灾情呢相对来讲还是较轻，但是我们也看到部分的房屋和基础设施有掉瓦。或者是开裂等等情况。目前已经知影至少有4个人死亡，14人受伤，拢是伫咧保兴关。专家讲，这是2013年4月20日规模7个强烈地震的余震，2个地震的震央离9公里，当地建筑拢有做抗震加固，耐震度拢有较好。不过专家也是提醒3点：一个呢是要防范强余震，第二个呢是要尽快的对房屋以及有关的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排查。第3个方面呢，这个地区呢也是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地震造成山区山壁出来石头落来，几落台车被降害。因为当地未来几天有可能会落雨，专家讲爱注意山崩加土石流。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其昌编辑。过来新闻来看，台中市北区有一个真出名的五叉路口哦，车流量阁真大，且常常拢有交通事故甲违规。交通部是统计讲，这路口连续4天拢排伫台中上常发生车祸的前10名内底。有民众是认为讲，这路口的标示无够清楚。这路口伫2月中哦开始使用科技执法，3个月来掠着22000件违规，有一半是驾驶冲红灯。台中市北区这个5车路口是真出名的豪宅，三民路、中德路、5款路3条交通要道拢伫遮，附近也阁有学校、病院、百货公司甲商圈，平常车流量就真大。根据交通部都按资讯查询网统计，2018年到今这个路口，当年拢列伫台中10大肇事路口，民众甲用路人拢无感觉意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就是有一个待转区吧，就是没有很明确。号字没有对，就没有标示很清楚。我觉得可能路不熟的人就会比较容易出现，就被就是跟汽车跟车子争道，会造成一些肇事。
民众认为五车路口机车大转区侪，也毋过表示无清楚外来车辆来到这个路口，都较会发生相违。台中市府今年2月16日，伫遮展开科技执法，交通大队统计到5月2日为止，拢总揭发22556件违规，所发现其中上侪是路红灯，有10652件。民众敢会当遵守交通规则，也是关键。违规的太阳与闯红灯，举发1万余件为最多，其次为不依规定车道左右转弯的部分。本局亦已规划三民路济南街至景新街中央分隔岛往西偏移近1公尺，车道配置由现况2车道拓宽为3车道，将可有效改善车流拥塞情形，同时亦能减少违规案件。台中市交通局表示，五车路口号志标数今麦已经达到平衡状况，真歹有调整的空间。未来会继续调整车道配置，三民路往北屯路方向也会增设车道有个标志提醒用路人，预计6月下旬进展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民众去南投县政府的大楼办代志哦，看到讲大楼桃城梯附近蹲碰椅、脚踏车、有拄仔，亲像变做是仓库乱糟糟哦。消防栓嘛拢冻掉的，县政府是表示讲会赶紧把物件清掉。消防局嘛讲哦，若是无改善，上济是当罚3万块。物件囤甲规大堆，除了有真侪纸箱啊，就连碰椅、鞋啊、碗盘拢总有。若紧着路线超过一半，也阁将消防栓冻掉咧。这是南投县府3楼的桃城梯空间，互民众翕到这款的画面，批评根本就比回收厂阁较乱。因为毕竟是县政府嘛，要做一些示范给人民看，你东西要放，当然是不能挡在那个地方，而且那个是一个出口路线嘛。停车管理的部分哦，我们会口头告诫我们相关的同事来加强密切的一个稽查动作。那即日各局处的办公室外口嘛囤真侪物件，互原底就无讲介快的走廊是搁较矮。民众讲，公部门变做这落款实在是不良的示范。烦恼讲，若是拄到紧急的状况，会去影响到逃生甲救灾。县府消防局表示，目前已经评估，虽然未去影响到操作消防栓，不过嘛已经要求改善。除非它有挡到消防栓的使用，会对在那种区域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可以移动的。就是你现在看到违规，但是我去的他就马上移开就合格。大部分那种都是属于动态违规，所以不太会有开。包括一般的民众的公共场所，我们去看，大概都是劝导啦。消防局表示，为现场来看，大多数拢是会当刷叮当的违规，已经开出劝导单，嘛已经请管理者得要尽到管理的责任，袂当违反设施的操作。若是违规的情形真重大，而且限期无法度改善，就依照违反消防法来罚新台票6000至3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南的广爱楼山区哦，今年2月份因为着大雨崩山，崩山的面积大约是来篮球场遐尼大，高中公园哦拢是土石啊。检方对早发现讲是一位姓郑的工程公司的头家，伊涉嫌伫遐乌白乌哦，带一寡起厝的本色伫遮，今仔甲伊起诉了。明知本案的土地属于山坡地，进故宫开挖，然后挖出一个大洞之后，倾倒营业废弃物。那检察官经调查之后，依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4款认非法清理废弃物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检方调查发现讲，这个姓郑的头家人伫2018年开始，一个月是以1万块向地主来租土地，甲一寡工程的本色拢带伫遮，破坏着水土保持，所以着大雨才会造成崩山。再来看云林县未了6轻的隔离水道最近嘛红弹真侪本色，环保局当个调查嫌犯统计附近是有石头、塑胶甲工程的本色，计共是有150栋。来到6轻隔离水道的高塘地，近期有民众发现这处空地最近被人乱倒5堆废弃物，内容有包括石头、土沙和结案废料。民众赶紧通报地方民代、警方和环保局来查缉。那虽然在隔离水道上面属于工业局的用地，可是这一些的废弃物它所沉淀下来的水，到土地上面一定都会影响到这一些养殖户的养殖的成效，那甚至会怕污染了地下水源。地方民代表示，隔离水道高滩地因为所在较偏僻，之前200多届被人乱倒废弃物，为了防范相同的情形搁发生，
云林离岛工业区服务中心架设监视器，即届就发挥功效。目前已经交由相关单位依车对人。发现大量的这个废塑胶混合物跟临界废弃物了哈。那现场现场没有任何的行为人。那我们同仁在现场评估了哈，估计大概整个总量应该有在150吨左右，目前没有行为人。那我们在协请警方调阅路口的监视器积极的查缉当中。云林县发布局表示，这个案件已经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若是对查到行为人，会当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至于地方民代就表示，这几年未了地区，也出现别人乱倒有毒，也是需要废弃物的情形，需要乡亲加检举，共同守护地方的环境。记者为您报道。最近的天气一家棍仔真热，连面又搁落大雨，造成一寡市的蛤蟆佮虾仔是死真侪。台南市农业局是表示讲，若是养殖户有损失，会当通报当地区公所来申请补偿。大热天底下，养殖白虾仔的渔民等咧顺势气温，不过这款天气无偌久了后，就有可能开始落大雨。有咧天气变化，嘛，互白虾是无法度适应，有的甚至身体变白变癌，明显是破病死亡。从4月份的寒流的问题，然后加上说5月份的那个梅雨季，有时候雷雨比较多一点点，所以今年的白虾收成状况比往年来讲损伤比较重，然后损伤程度大概损伤程度有30%左右。白虾当年3月初开始放苗，2个月半至3个月就会当采收。近期开始采收了，发现状况，除了白虾之外，当然粉叶嘛受到影响。每落一场大雨，粉叶底下的咸度是有变化，水质改变，互粉叶是无法度活落来。老人家所讲的套南风嘛，压地气，对不对？然后又下雨，然后天气又变好。然后导致文蛤它生长不容易，是去年养成率大约是在9成，那今年的部分的话，目前大约损失大约5成。台南市农业局是表示，有关基础水质甲疾病，动保处会当提供检验甲后续的辅导。另外，针对天气变化所造成的养殖技术等问题，市府会当配合农委会、水事所、市府动保处来协助。我们会责请水事所还有动保处予以渔民协助。那在灾情方面，我们呼吁渔民有受到一些天然灾害的灾情要赶快跟公所做一个速报。台南市农业局强调，近期若是渔民有发现天灾灾损的状况，就要赶紧通知当地区公所来协助。公所将会到产地了解灾损的状况，有必要的时阵，将会协助渔民来登录，启动天然灾害的勘灾。记者郑云台南报道。来看宜兰的南洋技术学院要对111学年度开始停办，停办后是有3档的时间会当来改制哦。事后工会是表示讲，对私立学校来讲，毋但有3年转型期，剩的财产卖当关乎私校法人，也是财团法人。也毋过，这款的退场机制对老师佮学生的权益，佮后生的公共性来讲哦，拢较不利。南洋技术学院原底有7个科系，不过未堪这少子化影响，6个科系伫108学年度停止招生，敢若纯参与系招生也阁算袂歹。不过受到教育部总量管制，逐年减少招生的人数。南洋技术学院嘛，伫咧110学年度停止招生，即马111学年度核定停办，因为毋是专府学校，按照私校法停办了后，有3档改办也是改制的期限。不是说一定所有的学校一定要帮他拖到说我完全付不出薪水了，然后校内一团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让他退场，而是说如果学校的经营团队他认为说我们在还有能力能够善后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逐步的善后，这个也未尝不是一个方法。最近，毋是专府学校的南开科技大学嘛传出停办了后，要原地予暨南大学。私校工会表示，私校法予因3档的改办也是改制期限，剩的财产会当关乎私校法人，也是财团法人。若是照退场条例，干那2档的期限，财产拢爱受做公家，所以料想会到私校若是要退场，会选择倒一条路。聪明的一个私校呢，它会去评估，自动申请这个退场哦，那可以规避掉透过私校退场条例，这个被命令退场的那一种窘境哦。
司校工会理事长尤英辉认为，先按照司校法退场有较大的调整空间，会是未来的趋势。高教工会主张，若是按算要退场的学校，拢应该按照退场条例来办理。若无拢照司校法，幼园是无法度保障师生的权益甲校产的公共性。设立退场条例嘛是完全无路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台湾唯一一间高中会当学电视电影甲音乐制作的高中 TMS 台北市影视音实验教育机构已经成立6档咯。对今年开始打成立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佮有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嘛要甲这间高中来合作，望讲会当提供学生愈较多元的学习管道。音乐听起来轻松佮温柔，嘛有淡薄仔冷死的感觉。台北市影视音实验教育机构毕业的校友乔安，音乐风格是得到资深的音乐人的肯定。你的声线我也非常喜欢，所以当然如果说要跟你合唱，这个我有点不敢。如果唱和声，我绝对是可以的。我们会继续创造多元化的课程，也希望能够培育不同年龄的下一代。为了推动多元文化教育，台北市伫105年推出全台湾头一间伫咧高中的阶段提供影视音制作的教学单位 TMS 台北市影视音实验教育机构。未来还佫会甲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还佫有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做伙办课程。所有的事情就是教育不能等。那时候，当小野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超哥，我们能做吗？”有时候人生走的路跟我们的期许可能不一样，但是跟我们的愿力会是一样的。我们已经差不多进行1年的课程了，包括我个人已经跟北艺一起开课。我的学生里面有北艺来的16个大人，9个小孩，就一起上课了。这个学校6年来，我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轰轰烈烈。轰轰烈烈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多半是经过了惊涛骇浪。TMS 成立6年以来，培育80外毕业生。虽然捌去外界质疑讲招生甲发展到底有效果无，不过3大法人做伙合作，研究发展规划，可比甲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合作的流行音乐影响技术，甲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武下线学院系列课程等等，拢已经开始起稿，期待会当替影视音领域的实验教育带来更较侪发展性。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南的七股有一个真少人知影粉红湖的风景区最近是真清。其实这本地是渔民培养公虾棍发芽，要用来饲蛤蟆的所在。因为湿地实在是真水，都袂少游客拢来遮翕相，嘛阁城内愈较侪游客。画面上这片粉红色湖水，就是位在台南七股的鱼群啊。不过，唔是为着要饲鱼，这是饲蛤蟆正前大成饲公虾菌的培养池。因为这个公虾菌会甲池仔内有机菌发芽，所以水才会变做是粉红色的。安尼美景，也有人甲叫做是台湾版的粉红湖。咱即马目前所看到，伫我后壁面看到这粉红色的这鱼池啊，吼，就是渔民呐，吼。伊培养一个光合菌，吼，这是要来养殖这个蛤蟆啦，吼。咱来繁殖鱼仔较经济价值的这个鱼仔的时阵，咱拢会提供这个光合菌呢，吼，要互因食，吼，包括就是改善水质，吼，就是好菌来食这个歹菌呐。全呢这片粉红色鱼群啊，最近也变作是游客登开热门风景区。不过嘛，发现部分的民众为着要翕水水相片，就凊彩去山洞边啊渔民工作的技师，佮头等石头入去云仔底。李长也互大家发挥公德心，莫去影响到渔民工作。伊是吼属于私人的空间嘛，那么呢，咱希望吼。咱的游客来到这个所在吼，要欣赏遮尔美好的这个鱼池的时阵吼，有哪将咱的本事，咱家己炸来物件，咱就甲炸出去，吼，莫去甲影响到吼，咱的养殖吼，安尼吼。过去若想要看到粉红湖，就是爱走去外岛的金门，同款拢是鱼群饲公虾菌所生成的。现在想要看到这块美景，就唔免去走远路，台南七股就看有，也真做是新发展限期间才有的观光景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的河尾有农民因为前一阵雨落袂停，因前的盐水品质就无介好，想讲一定袂无好继续，所以规气靠河民众家己来刮，才袂无采。
田里一群人拼死咧烤菜，因为大家拢听到消息，讲前一阵啊雨水高，这淹水一声生甲伤长，农民被苦瓜，摕去巷口人也唔知，所以菜园的主人都规起开放，互民众来烤免钱的淹水。啊，都较长啊啦，较长爱去寄去巷口伤长，伊讲无啊，我种开放互去办无我嘛是洗掉，会食物件就是爱互去食。哦，我遮种真侪，我种9外地咧啊，是地区伤长，伊挂无了，无进前遐较短，拢挂甲清气啊，拄着落雨，2天去就长起来啊，罕尼拄着这个情形啦。农民讲，伊种淹水20外冬，也毋捌拄到这款情形。一寡洗了较底、好看头的，早就赶去市场买啊。剩的一寡论斤来讲，品质真好，因为惊讨济嘛，毋敢放掉，转互人免钱来办。一日早起随风烤买了。我是人家报的，无我嘛毋知影。有因这遮好，才有要互安尼来烤啦，无人为的人嘛是宁愿说就胖的啊，就做肥啊。我想说，家里也刚好没这个香菜了，就过来拔一些。你摘多少了？1小袋而已啦。民众好康到相报，做伙来烤淹水，有的讲要欠芳，阁有人讲要煮茶啉，分送予厝边隔壁。大家拢真感谢农民的分享，嘛趁这个机会加烤一寡，回去研发淹水的料理。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团除了注疫苗提升免疫力，嘛是真重要哦。台大团队研究就发现讲，长期伫树林内底生活工作，身躯的自然杀手细胞就会增加。专家讲哦，去树林内底待3天，等去都市会当挡1个月哦。若是讲防隔离，加减看甲树林相关的影片，嘛有淡薄仔帮助。伫台北市福州山公园，有人是逐工拢会来遮行行绕绕的，已经真惯势啊。有人是早起上班前来一转，有人是早暗拢来运动。走完又比较舒服，身体类似车启动起来的感觉。可以不戴口罩的时候，来山上走的人非常的多，没办法出国了。这是树林内面的分多精正伫咧发挥作用，就讲那是魔法森林共款，是大自然送予咱的礼物。满眼都是绿银绿的这种树木，然后有很多的氧气，又有芬多精，还有负离子，人跟人的距离也比较远，增加你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所谓的免疫力数量跟它的活性都会增加。你在那边3天，你是达到高峰了，然后当你下山了以后呢，它的这个数量跟活力就慢慢往下降，但是在往下降呢，可以让你在都市里面撑大概1个月。科学研究也发现，森林内面有神秘，并且会当帮助情绪稳定的物质。有人自树林行在，就敢若是洗一个身躯了，真舒适。情绪很烦躁的时候，来这边走一走，得到很大的改善。可以刺激你开始产生阿法波，是一个让你比较镇定、比较舒适的一个波。那另外你在里面走动的时候呢，它会刺激你的副交感神经，你也会变得比较放松。树为什么要产生芬多精？其实是因为树长得非常的茂密，它要散发出一些化学物质，能够抑制一些细菌或是霉菌或是真菌。这个其实是树自己本身让它自己健康的一种化学物质。台湾的面积有6成是森林，林务局规划真多大大小小森林游乐场所，拢已经做好规划甲启用。到内洞森林游乐区，到满月园森林游乐区，然后有瑞典的人拿他的仪器来测，说那边的负离子是全世界几乎是可以排名最高的。专家讲，做森林游就敢若是做运动共款，将喙烟摕来自由的喘气。另外，学校若拢用线顶伫咧上课，那你做爸母的规矩，甲囡仔带来森林旅行，甲电脑载，就敢若甲教室搬到树林内面共款。下课了就直接伫咧附近耍。盐湖最后伫咧传讲，真侪森林游乐场所因为防疫关起无开放，林务局赶紧澄清讲，这是去年的代志，即马拢有开放，欢迎大家来行行绕绕咧。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出国拢真烦恼讲语言袂通，也毋过最近Google利用人工智慧开发出一款会晓翻译的目镜哦。听到对方讲话就会自动翻译，字就会出现伫目镜的顶头，亲像是非常的厉害。咱做伙来看卖。My mother speaks Mandarin, and I speak English, which is a strange thing. 他讲英文我可以听得懂，可是有时候我讲不来嘛。当伫咧美国的这对华的母仔囝有沟通的问题，这个时阵 Google 正伫咧研发的翻译目镜就当斗3工。You should be seeing what I'm saying, just transcribed for you in real time, kind of like subtitles for the world.
What we're working on is technology that enables us to break down language barriers. Google 的翻译物件结合 AI 扩增实境加翻译的功能，互用无共语言的人进行即时翻译，你会出现伫咧物件顶头。I'm actually looking straight into your eyes, and it seems like you're looking right at me. Oh, sí, estoy viendo lo que estás diciendo para allá. 这种翻译物件怎么会当用伫咧英文、中文甲西班牙文之间的交谈，会当为美国的手语做翻译。未来实际产品出来了，将会当互人类的生活带来更加大的方便。像这位即个会晓讲西班牙文的头家，伫咧甲讲英文的人客修理脚踏车时阵，就让听有因伫咧讲啥。这对话的母仔囝会当传达彼此的心声。公司新闻真会面编辑。来看科学家发现地球上上大的食物——澳洲海参草哦，伊伫海底面积有2万个卡球场遐尼大，大概已经生产4500吨咯。相关的研究嘛，刊伫6月初英国科学期刊。这片伫咧澳洲西海岸沙鱼湾发现的澳洲海参草，经过基因检测，确定是有4500年历史的单一的海草食物。因那伊团的面积，即嘛已经有20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2万座卡球场。也就是讲，伊对上起初一粒子伫咧海底慢慢大长了，即嘛已经成做地球上上大的食物。科学家上起初伫咧找澳洲海参草的遗传差距时阵，拄着困难，因伫咧2个离180公里的所在采集样本，发现这款样本拢是同一组食物，感觉真奇怪。上尾也发现这是同一组食物利用地下茎的方式伫咧传，地下茎每年上最只会当成长35公分，所以若照安尼推算，这组澳洲的海参草已经活4500年啊！因若伊的带状物向四面八方伫咧发出去时阵，为只10公分，有的是会当生到1公尺长。另外，沙鱼湾的生存环境对伊真有挑战性，这组海参草嘛，敢若已经适应比其他海湾盐度更加悬的环境，并且会当伫咧摄氏15到30度的温度生长。而且伊因为遗传的问题，敢若无法度搁探后一代，就安尼靠家己的能力一直探到即嘛。科学家认为食物无性，一般因的生物多样性就会减少。科学家伫咧伊的生长范围内检测到一寡真奇妙的基因的突变，可能就当解释讲伊会当活这么久的原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西班牙北部的大都市巴塞隆纳，最近这几冬哦，定定火烧山，为了预防火灾，政府决定讲要来用友善环境的方法放羊食草，就是找羊啊，甲自然公园的草啊食了了，来食出一条防火线。伫咧巴塞隆纳市区附近的科塞罗拉自然公园，会当听到羊仔伫咧叫的声音。详细看，原来是真侪山羊甲绵羊正伫咧食树仔草。算算的有290只，因是市府为着要防范野火，特别请来斗3工的。El objetivo de este proyecto es la prevención de incendios con ganado, es decir, trabajar de una forma sostenible y ecológica, ya desplazando los métodos clásicos o convencionales con métodos mecánicos que consumen combustible fósil. 这项放羊食草的计划会实施到6月，若是效果好，就会推散到其他的所在。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